宝心法，中华民国12年岁次癸巳国历2月17农历1月初8日，首先为师来讲述三宝心法，要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。要将三宝心法落实在生活当中，其实很简单。首先问问自己，心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了没有？自己一切的做法，还有自己的习性改了没有？当问题来了，是用心性来解决，而不是用人心来解决。在道场若有争执什么呢？要的又是什么呢？你们如何去落实生活当中的三宝心法？心性提升了吗？火候练足了吗？严格说起来，每个徒儿都有脾气毛病，只是或多或少而已，这就是下了多少功夫的问题哦。所以今天为师会来讲述三宝心法，就是为了要提醒徒儿们，生活在五行当中，就是在人世间被束缚着，求乐道就是要超脱五行当中。在度人时，问问自己在心性上下了多少功夫，是在讲给别人听，还是讲给自己听呢？自己都不听自己的，别人又怎么会听我们说呢？所以说，先度自己吧，自己都度不起来了，还想要度别人，自己火候不足，问题来了就生气，常常讲闲话就不敢乱来，所以才会说在佛堂行王道，在家中行霸道，是不是这就是火候不足啊？你们常说的火候指的是六根呀，六根不清火候就无法变成，问题一来，六根就拉着我们，自信便无法提升，脾气毛病也跟着来了。所以为师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改变度人的方式，当徒儿讲给别人听时，就是讲给自己听。问问自己听得下去吗？自己都听不下去了，那别人怎么会听得下去呢？不是要了解多少道理才能讲给别人听，而是要问问自己用心了没有。眼看着为师的徒儿们一个个都只修外功而不修内德，都是火候不足。徒儿呀，如果你们的3000功800果无法圆满，要怎么回天脚趾呢？所以为师今天才会跟你们讲述三宝心法要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，希望徒儿们好好听为师怎么说。第一宝玄关就是本身的自信所在，要常常回观反照，想想自己有没有做错事，有没有改变自己的坏习惯，好好关照自己自信所在。假如今天你们是佛的处理方式又是如何呢？你们要好好的想一想，而不是只用凡世间的想法与对待，因为肉体会牵着你们的习性毛病来处事。徒儿
舍身意来处理事情，看见什么事情，听到什么事情，都是用自我想法来判断对错。因此凡事要多听别人的意见，参考别人的意见，因为每个人各有所长。所以徒儿呀，问问自己下了多少在修行，修了就要行，而不是修了而不去行，就像参禅打坐一样，修了而不去行。你说你有修，言行举止没有做到，口头上说我有修，其实都只是空谈。再来讲述第二宝口诀，了解真经的所在。为何要降下通天神咒？就是要从五行当中去教脱。祖师的弘誓大愿有什么呢？徒儿们好好参悟参悟，要教脱人世间的贪嗔痴。仔细想想，我们在行的当中所讲出来的，以及行出来是否恰当，不要在无意之中伤害到别人而不自知。要知道讲出来的话要负责任的，而不是随便说说。仙佛菩萨有随便说的吗？每位仙佛菩萨苦口婆心，为的就是要劝化你们快明理修道。修道为什么要快？因为天时紧急，灾劫越来越频繁啊。修道会难吗？其实每分每秒都是可以修到的，问题只在于徒儿的心性有没有时常保持平静的，而不是起伏不定。心性起伏不定，肉体就会病痛，这就是心理作祟。所以痛苦不是别人给你的，而是自己找上门的。常常默念五字真言，收束自己的习性，慢慢的跳脱五行当中，以自信做主，在修道当中就会快乐。这才是自我，也才是自己本来的真面目，而不是肉体形象。好，接下来再讲解第三宝合同。你们当初来到人世间时，是不是干干净净无杂念的来到人世间？所以才会说抱着合同像孩儿，目的就是要找回你们的赤子之心，才能抱着合同回家去。当初的你们都是干干净净的来到人世间，后来的你们在尘世中听看闻看得多，听的也多，自我的想法就起来了。人世间的花花世界改变了你们的习性，所以说不要迷失在人世间，放下一切执着，恢复赤子之心，将合同抱在胸口。伟大的母亲是不是都把孩子抱在胸口呢？合同就像是胸口中干干净净的孩子心，所以三宝心法的落实也是如此。为师讲的好像很简单，在修道办道当中，徒儿们就是要做到时时念念自己为众生付出多少，而不是单纯的只为自己能够超生了死。
要做到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离苦，这才是佛心所在。求道当然可以回天，可是三宝心法要多多落实生活当中，每一回为师也都说的很多，就是希望徒儿们多多费点心。在度人的时候有没有收获呢？假如没有的话，那不是自己也没度自己吗？为师今天讲了这些，徒儿们要多多参悟，常常多用三宝心法下功夫，多多充实内德。外功重要，内德更要修啊。没有内德要怎么度人呢？你讲的别人会信吗？所以说德行不足才要改毛病去提气啊，就是要把德行行出来，这才是修道人的榜样。修道不分天职，佛性都是一样平等，只是每个人的愿力任务不同。连传师们要带师传道，讲师们要讲解道理度化众生，其他没有领天职的也是一样啊，并不是点传师坛主讲师就一定修得很好。很多老师的好徒儿，他们的外功并不圆满，很多都是家庭因素、因果关系有所牵缠，但是他们的火候内德都修得很好，这就是在家庭当中修炼出来的。所以说不是他们没有修，而是讲这些话的人自己才没有修道。修道不是用嘴巴说的，也不是修给人看，更不是走佛堂就说我有修道。在走佛堂当中学习付出，改变自己，学习佛规，度化别人离苦的乐脱因果，自己也才能解脱。徒儿们要好好了解自己求道做什么道是什么，尊贵在哪，口头上常常在讲，可是自己了解了吗？为师今天讲三宝心法，就是希望徒儿们多多落实改变自己，修道的家庭才会圆满。因为这期是带法修行，就是来结类似的因因果果，该还的可以赶快还清，该改的要赶快改掉，修回原来赤子之心，才能干干净净的回到里天，好不好呢？为师今天讲述三宝心法，徒儿们要多多体悟人生啊！人生不是来享受的，是来了因了果超脱的。仙佛菩萨可以超脱三界以外，你们也一样，得了道也能超脱六道之中。若不修不改，还是无法超脱，因为执着吗？执着于人世间的人事物，放不下情情爱爱，所以才会苦啊。所以说修道越修越清净，这才是修道的根本，而不是修的越久脾气毛病越多，那就枉费人生了。好了，为师就讲到这里，徒儿们要多多从心性下功夫，才有办法成全更多众生。
修道越修越快乐，修道是神圣的，修道是我们人生该走的路，所以要好好参悟人生道理。徒儿们记得一定要多下功夫，在道场上领有天职的，更要多多用心。要记住立了愿就要了愿，好好的带领后学们修道担道，才能度化更多有缘的众生同上法船，共度彼岸。每个人佛子佛性都是一样平等的，没有不同，只是类似根器不同而已。不要去分别，不要有对待。好了，为师就说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各位贤们提供文字档，文字仅供参考。若有误谬，要以活佛恩师解说真理为主。2. 活佛恩师慈悲。三宝心法白羊，三宝本是天地万物的结晶。